唔知大家平時多唔多幫襯快餐店呢？係食開大家樂定係大快活多啲？呢兩間快餐店睇落去係世仇，但係實際上佢哋係嚟自同一個家族，創辦人係真真正正嘅親生兄弟。呢個傳奇家族就係羅貴祥家族。故事係由一個客家人嘅父親喺南洋打工開始，然後到三兄弟分別創立3間上市公司：維他奶、大家樂同埋大快活。究竟佢哋點樣由零開始，成為香港飲食文化嘅傳奇？今集就帶大家嚟睇下羅貴祥家族嘅發跡史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流量密碼案內所。喺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支持一下我哋呢個新嘅頻道，創作更加多嘅題材。故事要由羅貴祥家族父親羅俊興開始講起。佢係廣東梅縣客家人，喺貧窮嘅農村長大。大家都應該知道，喺上幾代嘅鄉下生活係幾咁艱苦，連每日解決3餐都成為問題。喺20世紀初，羅俊興同埋好多人一樣，丟低屋企人，隻身就去到南洋打工。而佢東主就係漁人新藥業嘅漁東船。羅俊興有9個仔女，七仔羅貴祥喺10歲嘅時候跟住阿媽去到南洋同埋老豆團聚。羅貴祥之後喺當地讀中學，畢業之後本來想投考交通大學，但因為屋企冇錢，供唔起佢讀大學，佢無奈只好放棄。但係之後得到漁東船賞識，資助佢去升讀香港大學。羅貴祥喺港大社會科學學系畢業，喺畢業之後做咗漁東船嘅私人秘書，2年之後就升咗做公司經理同埋法律代理，期間建立咗良好嘅商業網絡，為佢日後創業打好咗基礎。1938年10月抗日戰爭期間，大量難民湧到香港避難。羅貴祥係見好多難民因為營養不良而引起腳氣病甚至死亡，令佢諗翻起幾年前喺上海時聽過一場演講，係關於大豆營養價值，啟發咗佢日後大規模生產又平又有營養嘅大豆飲品嘅諗法。當時英國醫務總監司徒永國都讚揚羅貴祥深明大豆營養嘅價值，所以批准咗大豆飲品嘅生產許可證。於是羅貴祥喺1940年成立咗香港豆品有限公司，並且推出咗維他奶。佢以窮人牛奶為目標，定價係2毫子1樽，主要係用低價賣俾基層市民。之後8弟羅騰祥同埋9弟羅芳祥先後進入咗香港豆品有限公司幫手。3兄弟合作經營香港豆品有限公司，為佢哋家族事業打好基礎，日後更加改變咗羅氏家族嘅命運。1994年，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。2024年已經銷售到全球4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。8弟羅騰祥喺抗日戰爭期間，曾經喺啟德學習飛機維修，其後參加咗飛虎隊嘅飛機維修工程，仲被派到去美國德薩斯州受訓。1952年加入咗維他奶，擔任生產部嘅經理。1960年代尾，羅騰祥計劃自己搞生意。佢喺美國受訓期間，曾經接觸到美國嘅快餐文化，啟發到佢日後喺香港開設港式快餐店嘅念頭。到咗1968年，53歲嘅羅騰祥喺銅鑼灣唐街開設咗第一間大家樂，引入咗美式漢堡、薯條同埋三文治，同時佢哋售賣咗中式嘅粥粉麵飯、蘿蔔糕同埋港式紅豆冰。70年代初期，更加推出咗蝦多士做賣點。佢大膽引入咗自助取餐模式，要求客人排隊買飛，然後拎托盤取餐。呢一隻模式對於當時嘅茶樓同埋冰室文化係一個好大嘅衝擊。喺1972年同埋1974年，大家樂分別喺佐敦渡船街同埋旺角通菜街開設第2同埋第3間分店。9弟羅芳祥喺香港豆品有限公司初期就已經加入，主要係負責銅鑼灣舊廠嘅日常運作同埋調配豆漿。1972年，眼見阿哥羅騰祥經營大家樂有聲有色，佢就有樣學樣，連同大仔羅開離、二仔羅開福自立門戶，模仿大家樂嘅自助模式。初期嘅大快活，無論係餐廳設計、
餐牌同埋經營模式上邊都跟足大家樂。第一間大快活係開設喺眾安街，1977年喺深水埗開設第二間分店。大快活以鮮明嘅小丑標誌同埋年輕嘅形象，成功吸引咗一大班年輕嘅客群。兩餸套飯仲可以外賣嘅。美心快餐，好味好食，物有所值。70、80年代嘅香港經濟起飛，大家樂、大快活同埋美心快餐成為咗快餐界嘅三大巨頭。1975年，大家樂喺中環雪廠街開設分店，首次進駐商業區。由於當時中環上班族嘅午餐係包伙食，大家樂特別設計出方便上班族嘅飯盒款式，俾到上班族多一個午餐選擇。1976年，大家樂成為咗香港第一間製作電視廣告嘅餐廳。我係大胃王，食物全香港，食嘢我最中意大家樂。廣告歌曲係由才子黃霑創作，口號係大家樂，香港人嘅大食堂。係香港人嘅大食堂。1979年，大家樂喺油塘建立咗中央食品處理中心，確保每樣食物品質都一致。80年代，香港開始發展新市鎮，羅騰祥同埋羅芳祥兩兄弟同時擴充店鋪，食正咗經濟起飛，生意越做越有。兩間食肆基本上係跟足政府嘅步伐，新市鎮發展到邊度，佢哋分店就會開到邊度。80年代初，大家樂高速發展，羅騰祥知道要發展必須要集資上市，當時大家樂分店已經超過30幾間，喺香港冇人唔識，應該係上市嘅好時機。結果去到1986年正式登陸咗香港交易所，成為第一間上市嘅飲食界企業，亦都係羅氏家族嘅第一間上市公司。集資之後，分店數目激增，喺6年之內擴充到100間。喺資金雄厚之下，大家樂開始作出收購行動，意粉屋、一粥麵同埋 Super Sandwiches 成為咗收購嘅對象，極速成為全球最大嘅中式快餐市場。另一方面，大快活喺1981年建立咗中央食品處理中心，提升食品嘅質素同埋效率。由1984年去到1991年，分店數目由8間增加到52間。眼見阿哥大家樂搞上市，又收購又擴充，羅芳祥有樣學樣，到咗1991年正式上市，成為咗香港第二間上市嘅飲食界企業。喂，馬里奧午夜王牌組合新陣容啦！午餐鮮蝦煙三文魚墨魚汁。成功集資之後，大快活亦都照抄大家樂嘅策略，仲開設咗馬里奧意大利餐廳，走高檔路線。另外一個重要舉動就係北上擴充，嘗試打開13億人口嘅商機。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喺90年代都有進軍內地市場，不過大快活喺內地嘅投資比大家樂更加多，結果導致咗1995年去到1999年連蝕5年嘅業績，累積係蝕咗4億港元，一度令大快活瀕臨倒閉。大快活北上發展觸礁，陷入財困。羅芳祥知道大快活一定要改革先至可以扭轉局勢，但係大仔羅開尼當時決定自立門戶，創辦陽光一代經營學校午飯。2003年更加開發波仔，日後更加成為咗飯盒大王。至於二仔羅開福就轉型炒樓，身家水漲船高，比起搞飲食，炒樓揾錢更加快。不過97年嘅一場金融風暴，令佢手上面嘅物業大部分變成咗負資產。而本港股市就下跌1400點，以指數嚟到計係歷嚟最大跌市。之後雖然開辦福多多飲食集團，但係由於炒樓輸得太多，最後要破產收場。大仔自立門戶，二仔專注炒樓。大快活嘅改革重任就落咗喺細仔羅開陽手上，佢一上場就即時大刀闊斧改革品牌形象。佢第一件事就係投資200萬，請咗著名嘅設計師陳友堅設計橙色嘅商標，將原本小丑嘅商標改為大致人形，店鋪亦都改為橙色為主，將品牌年輕化。另外佢又引入咗現代化管理，加強食品品質，最重要係縮減中國內地嘅發展，由原本30幾間分店大幅減到個位數字。
香港業務都要重整，避免同區重疊。大快活喺羅開陽帶領之下，堅持穩守本地生意，更加揾到杜汶澤做代言人，得到年輕一代嘅好評。相比大快活，大家樂面對嘅危機就相對較少。佢哋進軍北美，開設 Canada Cafe de Coral， 但係文化差異同埋經營成本過高，最終都係失敗收場。而喺內地嘅業務增長緩慢，2023年只係得120間分店。1976年，大家樂做咗一個創先河嘅舉動，就係喺電視上面大賣廣告，成為咗香港史上第一間喺電視賣廣告嘅食肆。出街之後反應極好，吸引咗唔少新客群。70年代，黃霑創作嘅《香港人大食堂》深入民心。80年代揾到電影最佳拍檔演員麥嘉、張艾嘉同埋光頭仔賣廣告。1984同埋85年，更加揾到當時得令嘅張國榮演出，唱出大家樂嘅口號：為你做足100分，為你做足100分，吸引更加多嘅年輕客群。其後大快活有樣學樣，喺電視大賣廣告。90年代，大快活以年輕嘅廣告突圍。1997年，謝霆鋒同埋金城武分別拍攝 Wise Burger 廣告，以青春偶像形象吸引年輕客群。其實除咗廣告，佢哋仲分別創出咗唔同嘅口號，其中有以下幾句特別出色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？大家樂見，有大家就有大家樂。大快活精神，挑戰無限分。有創意，我中意大快活。食得夠尖，大快活。2024年香港經濟持續低迷，餐飲業整體收益下跌10%，北上消費潮亦都日益加劇。由於深圳餐飲價格相對低廉，吸引大量港人北上用膳，令本地客流明顯減少。為咗應對激烈競爭，大家樂喺2024年推出咗35蚊超值套餐，仲結合手機 App 優惠，以平靚正作為吸引力。而大快活就聚焦喺健康路線，升級菜單，推出冇味精系列，針對注重健康飲食嘅消費群體。多年來，坊間都傳聞羅騰祥同埋羅芳祥兄弟內訌，但係羅騰祥喺大家樂出版嘅《為你做足100分》入邊講到，佢好驕傲一個家庭有3間上市公司，就好似一場踢波比賽，各有各精彩，終日都會有人提醒你唔可以自滿。佢將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嘅競爭比喻為良性比賽，淡化咗不和嘅傳聞。羅氏兄弟各自喺香港創立上市公司，外界盛傳佢哋兄弟之間關係緊張，長年明爭暗鬥，喺香港快餐市場上邊鬥得十分之激烈。不過佢哋同時亦都互相觀察，借鑒大家嘅成功經營模式，喺激烈競爭之下推動咗香港快餐業嘅發展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類題材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支持一下呢個新嘅 channel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